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中东区的新滨街市场，伫外昼11点左右，路边有一丛乌棒树倒去，缀着一个民众甲2台奥多摆，加载人是轻伤。市府判断讲是因为树根烂去，而且最近落雨，土木较软，致使树头徛袂在。画面内底关落落的橡皮树，雄雄起起，平伫个车路这边的铁片，了后，就一个树规个倒去。14早起11点外，台中市东区新民街的菜市仔发生路边树仔倒去的事件。迄当阵来买菜的人真侪，加在迄当阵树仔拢着铁片有发出声音，大家有感觉到。落尾手敢若一个61岁姓王的查甫人去互逮着，正边的手骨甲骹腿小可去找着，又叫互车送病院。一开始听到那个他先压到那个铁皮啊，然后铁皮发出很大的声响啊，有一个被送上救护车啊。本所立即派遣线上民警前往现场协助指挥交通及救护伤患，其中民众受伤送医，另有2台机车加压损伤。这丛倒去的树仔是伫个历史建筑新滨街仓库的边仔，这个所在旧年由代替关乎台中市。目前文化局正咧做文化资产修复工程规划设计，嘛有外包园的业者来整理这个树仔，不过也是发生倒去的意外。市府研判，这树根内底已经有含梢，加上最近落大雨，土木较松软全咧倒去，另外还佫去缀着2台奥多摆，附近的番啊烦恼其他的树仔嘛有倒去的风险。旧塘的老树啊，迄拢日本时代到即马100年啊，对无？所以就有可能拢会倒落来。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，并设置警戒标志，安排保全人员加强巡视，并且联系专家全面检视该区行道树状况。文化局呼吁民众暂时不要靠近，以免类似意外再发生。事后文化局有去病院探视这个姓王的民众，嘛有发慰问金。这个民众空喙包起来了后，已经出院。目前倒去的树仔已经刷走，现场嘛有救防锁线，请保全人员加强巡逻。后续会请树仔的专家来检查这个树仔的根甲健康的情形，呼吁民众暂时莫越过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